这全家一定要毁在你这出生的手头！阿爹，爹，你若是要抬七弟，就抬我的援招嘛。阿爹，孩儿是供养，无好我教导七弟，差点你恕罪。阿爹，孩儿愿替七哥受死。阿爹，孩儿愿替七弟受死。阿爹，抬我死！叫你抬我！阿爹！这个判上判好，皇上就判不着。阿爹，你若要抬，你抬我啦，爹！阿爹，你抬我啊！爹，你抬将军。老将军，判好的喜人救命，这是事实。以老先生，伊判林美，已经知影伊家己无理，无一定唔敢将这件代志上条去找皇上。但愿如此，你头背起来。阿爹，阿爹，孩儿后摆唔敢。这一摆，看念恁娘亲跟你做兄弟的名分，了解你这一次，后摆若这样的行为，绝对无帮你干涉。是。汴京千辛万苦，招聘四方，终于互我来找到一个甲福文有缘的人咯。看伊天生福骨，可以来继承到汴京的衣钵，来做做五代山镇海市的继承人。不过，偏偏伊是杨家将，将门之子。哪有可能通来剃度为僧呢？看来是我文中人，非我文中人，只有来听天意的安排了。老师，你伫咧讲什么？无什么，无什么。我将军，你来解救汴京的性命，汴京无以为报。有100个银龙，请将军你收起来。老师。这个囊内面是什么？现时你唔通拍开，听后有一日，我将军你若当作急难的时阵，才来甲伊拍开，自有妙用。是。哥哥，哥哥，是的。师傅，这位是我的四哥，这位是6弟。甲8弟，老师傅，阿弥陀佛。老师傅，后日就是家父60大寿，阮兄弟有准备财政3000人，要来请老师傅来主持寿斋盛会。唔是汴京唔来答应伊。从今这个盛会，
无法度如期来办完啊！师傅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凡事平生无法度通我来甲恁解释。师傅，你是伫咧看什么？啊！平生来看着陆将军的相貌，未来一定是官居极品，诗意金带。然过真可惜，因为接受真多，咱这来安享着荣华富贵啊！老师傅啊，你既然要上这个面相，你甲我看卖，看我这个面相是安怎？哦。四将军甲八将军，恁两个人未来的境遇，竟然会这么同款。海内风尘自地界，天涯地内是一心遥。哦，这是古人一首诗。哎，老师傅啊，是毋是会当甲阮加讲一寡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对啊，啊你早调时阵为什么唔向皇上走杨家一本呢？啊，假使皇上若知杨七郎将你拍着伤，一定下旨将你禁入去天牢的啊！卖啰嗦，为父当然是未当交的，等一下你得当明白。也毋过，兵国强，考大一行人已经到位啊。请你吧。是。好大拜见国强，不必多礼。是。潘国忠，恕哀家无客套，讲话开门见山。大宋朝老杨家将自在，恁爸囝永无出头日子。假使你来当将宋帝二家只游走游远，并指明爱杨家将保家而来，哀家不但会当代替你治疗冤家对头，并愿以万金受谢，代辽国太后。萧银州。好大，在。老大照办。啊，好好好，啊，那安尼，阮就要过时咯。是讲愈紧愈好咧。知影知影。是是，来。哦，阿爹啊，这么多的银两是谁送互咱的啊？北辽萧太后，保家游远。上济用3万的人马，切落去杨家将，你冤死莫生。
天承运，皇帝诏曰。丁文五台山乃佛教圣地，寺庙之都不出于峨眉山。丁有以即日动身，亲往五台山进香，为万民祈福。经破国中保证，子女杨家将忠勇相传，得令杨家将保家之重任，钦在得子下恩。家将保驾，这就是潘仁美的意思。我想这其中是有诈。无可能，保驾甲五台山进香，也毋是要去沙场。潘仁美伊如何塑造？哎呀，老将军，五台山是近北寮，万一……好势，你莫阁讲，圣旨寄出，我敢会让你违抗圣明性？皇上即日就要起去。我应该去效忠兵马。老将军，老将军，老将军啊！王爷叫长迄老和尚会晓看相，伊讲咱杨家已经有劫难啦，是毋是会甲保驾五台山有关系？阿娘，也现在迄个和尚伫倒位？迄个和尚已经急要走啊！老师傅，我送你出声。不敢当，吴将军请留步。并将从此过时。不完事。老师啊，老师你请等下。老师，母亲，你就是地冲师傅是？正是并将。老师傅，老先听讲你相法高明。我想要求老师傅，你来指点。这次阮杨家将得要保主去五台山进香，毋知香结如何？请问老夫人，杨家将是几位得要保驾前往？我7个囝，甲1个囝婿拢总要去。并将沙亚的关天上，来发现着五台山将军有多兵之灾，七子救驾六子行。阳华。
父亲，叫你，父亲，孩儿听到母亲的叫声，我就赶紧入来房间，看到母亲你昏倒在这个桌边。父亲，你是安怎样嘞？我叫你，叫你，你看。瓜中的香调哦，心分明，七字九甲，写了的自信。只有照你，你保生命，恁付出该人转回去。母亲啊，伊着并非哦。时时将奉告母亲啊，宽心胸嘞。枉费岁月哦，3月情，妻子不在，你个会后庭啊。天啊，但那愿相残，比有家你，叫你你啊着。先报心啊！你小命就是心好静，为啊你这啊个，惊你是哪里？叫你，你着甲我平安挂倒去，你还答应安尼啊？还有答应。叫你。金金百名。
时辰已经到啊，各位兄长伫大门口咧等候你。